碧咸名醫開刀，劉翔話我會回來。無論係真定假，劉翔呢一撲的確係受咗傷。右腳跟腱雖然並唔係斷裂，但都有2處撕裂，情況幾嚴重噶。預計今日就會喺英國度做手術，仲搵嚟曾經神速醫好碧咸嘅芬蘭名醫操刀添。不過跨欄要求極強大嘅後蹬力同爆發力，動作直接拉扯到跟腱同大腿、小腿肌肉，所以跟腱一受傷就會影響到爆發力。就算手術之後康復，都未必能夠再創高峰，運動員生涯好可能就咁玩完噶啦。阿仔搞成咁，至擔心嘅梗係父母啦。個男王都叫孝順噶啦，出事之後2個鐘頭就打翻俾爸爸，喊晒口。劉爸劉媽都希望大家能夠原諒阿仔，唔想佢再受傷害。而佢嘅緋聞女友冬日娜就話，劉翔心情已經逐步好翻啦。29歲就成為政界、商界甚至娛樂圈紅人，難免有唔少壓力嘅。不過佢始終都中意跨欄。尋日仲發短信俾爸爸話，以後會變得更強，仲話我會回來啊。